新北市近前发生高中生去互同学抬颔棍的案件，是引起大家讨论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的行为，通报的数量为108年1万件，到110年增加到15000件。大部分是发生伫咧国中甲高中，而且是以相拍甲偷摕物件的情形占上济。新北市有高中生互同学抬颔棍也不幸死亡，校安的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。教育部统计校园暴力事件甲偏差的行为，为108到110学年来看，通报的数量为1万件增加到15000件，包括相拍、偷摕物件等等的行为，其中疑似涉及杀人的事件，110年伫咧国中甲高中拢总发生25件，要安怎解决，即嘛是第一要紧。滥诉的一个问题，要有配套措施，不能再这样子下去，不然会造成老师的信心危机。教安人员的一个编制，整个他的一个职权的一个划分清楚，要让他有相对的这个执行能力。如果你真的没办法，要强制执行，甚至要对家长科予滑板，以至于甚至于连结说你在家庭教育这一块，你要去做一些进修，家长要强迫可以协助学校教育一起来做处理。烦恼校安的问题，有部分的家长会送囡仔去私立中学，认为私立学校会汰选，管教嘛较严格。不过家长团体嘛点出其中的问题。多数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家长才有办法送到那样的一个私立学校，被管制得非常严格，学生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啦。他反而是让家庭功能更加的低落。教育部所辖管的除了学校教育之外，还有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，但是事实上用在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少。教育团体甲家长团体拢认为讲，校安的问题是真复杂，主管机关应该下部会来协调。讨论学生等去校园了后评估的机制，也该强化校安人员的设置，而且思考家庭教育甲社会教育的功能要安怎提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